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補給站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亨利陳。現代人生活節奏快，想讀書又冇時間，冇問題，我哋精心揀好書，將每本書嘅核心內容濃縮分享俾你哋聽。無論你係返工途中，定係瞓覺前想放鬆一下，都可以讓你零負擔吸收書中嘅精華。今集介紹呢本書，就係想叫你暫停低腳步，用心諗一諗自己嘅一生，到底應該點樣先可以過得有意義、過得好？資本家最唔想打工仔睇到嘅書，如何度過每一日嘅24小時？書中核心觀點好簡單，掌控到時間，本質上就係掌控到自己人生，認清24小時本質，最公平嘅隱形財富。時間對每一個人都係絕對公平，每日人人都係得24小時，唔會多一秒，亦都唔會少一秒。呢句說話聽起上來好淺白，但真正擺喺心上、落實到行動嘅人，其實少之又少。唔少人成日怨工作太忙、家務煩身，根本冇時間去提升自己、去運動、去陪屋企人。但事實係，再忙嘅人，一日入邊都一定有碎片化時間，放工搭車嘅半個鐘，中午休息嘅20分鐘，甚至瞓覺前嘅15分鐘。呢啲零碎時間就好似跌咗落地嘅散紙，單獨睇好似冇用，但積少成多，儲埋一齊就係一筆可觀嘅時間財富。時間從來都唔係用來揮霍，而係生命賦予我哋最珍貴嘅禮物。揾出時間漏洞，記錄時間開支，先知道浪費咗喺邊。書中有一個發人心醒嘅提問：每日返工8小時，瞓覺8小時，剩低嘅8個鐘到底去咗邊？好多人會即刻話，剩低嘅時間要食飯、搭車、處理家務，根本冇剩。但認真計數就會發現，食飯1小時，搭車1小時，處理家務2小時，扣完之後，每日其實仲有4小時自由支配時間。呢4個鐘點解會無聲無息咁消失咗？核心原因就係你從來冇為呢啲時間做過規劃。例如一邊食飯一邊睇短視頻，一餐飯食足1個半鐘，搭車嗰陣無目標咁睇手機，半個鐘就咁白白流走咗。作者提醒我哋好多時間都係喺無意識之間浪費，好似水流走咗一樣，等到察覺已經所剩無幾。想改變，第一步就係記錄自己7日嘅時間開支，每日用5分鐘，寫低每一個鐘頭自己喺做乜。1個禮拜後回顧，你就會清清楚楚見到時間究竟浪費喺邊啲時段可以擠出嚟自我提升。規劃可支配時間，目標分解法，令每1分鐘都有價值。揾到屬於自己嘅自由時間後，千祈唔好再零散浪費。用目標分解法就可以將時間變得有價值。呢個方法分3步。第一步，訂立長期目標，例如半年練出馬甲線，3個月掌握一啲電腦程式高階技巧。第二步，拆解成中期任務，好似練馬甲線，頭2個月專注練核心基礎動作，中間2個月加入氧訓練。第三步，落實到每日短期目標，將中期任務再拆細，變成每日都能完成嘅小事，例如每日15分鐘核心訓練加10分鐘拉筋。最後將呢啲短期目標直接嵌入自由時間入邊，比如瞓覺前30分鐘專屬運動，中午休息後20分鐘學電腦程式。作者強調，冇規劃嘅時間就好似冇航向嘅船，遲早會喺大海入邊迷失。將目標拆到每日具體時段，你就唔會對住時間發呆，清楚知道每一刻應該做乜，完成任務嘅成功感，亦會成為你堅持落去嘅動力。再大嘅目標都要拆細一步步做，先可以將想做變成做到。解決動力不足，用微小行動啟動，唔好追求一步到位。好多人知道時間管理方法好，卻永遠做唔到。原因就係太想一步到位，例如話要每日睇書1小時，第1日就逼自己睇足，結果堅持唔夠幾日就放棄。書中提倡5分鐘原則，核心就係用微小行動啟動，唔好一開始就追求完美。想養成閱讀習慣，唔好定每日睇100頁，改為每日睇5頁。想開始運動，唔好話每日跑5公里，改為每日行
10分鐘。微小行動唔會帶來巨大壓力，極易完成，而完成後嘅成功感會推動你繼續落去，慢慢就會養成習慣，好似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。習慣從來都唔係一日養成，但只要踏出第一步，就算好細，都遠勝企喺原地唔喐。培養專注能力，抵擋干擾，提升時間效率。而家資訊爆炸，我哋好容易被手機信息、社交平台打斷，注意力唔集中，做嘢效率極低。寫緊報告，彈出一條微信，覆完又睇下朋友圈，再返回工作，已經忘記思路，要重新來過，浪費大量時間。作者指出，專注係提升時間效率嘅關鍵，專注做一件事，先可以發揮最大潛能，用最短時間完成最多事。培養專注有2個實用方法。第一個實用方法，製造無干擾環境。工作學習時，將手機調靜音，放喺視線外，辦公室可以戴耳機，隔絕外界噪音。第二個實用方法，運用番茄工作法，專心工作，25分鐘，休息5分鐘，完成4個循環後休息20至30分鐘，有效控制注意力，避免長時間工作導致精力下降。專注並唔係天賦，而係可以透過練習培養嘅能力，每日堅持刻意訓練，慢慢就會養成習慣，大幅提升時間利用率。全文總結：如何度過每一日嘅24小時呢本書，核心就係教我哋掌控時間就等於掌控人生。首先要認清24小時對人人公平，碎片化時間積累起來力量驚人，再透過記錄時間開支，揾出自己嘅時間漏洞，然後用目標分解法，將大目標拆成每日小事，規劃好自由時間。遇到動力不足，就用微小行動啟動，降低開始門檻。最後培養專注力，抵擋外界干擾，提升每1分鐘嘅效率。唔好再被時間追住跑。由聽日開始，從記錄時間，用一個微小行動開始改變。慢慢你就會發現自己可以擺脫時間焦慮，真正主宰每日嘅24小時，活成自己想要嘅模樣。呢本書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幫手點個讚同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